第17題非常高難度嘅呢一題，咁我哋睇翻啲資料先。佢講 A.F 係9，佢講 O.E 係18，佢講 D.F 係39。嗱，成個39呢，即係個 D.A 係39加9，即係48啦。咁你應該感覺到個圖呢，左右對稱呢，佢係一半一半嘅。咁啊，48除2係24，咁啊 E.F 呢應該就係15嚟嘅。OK， 咁然之後呢，你應該呢就可以做不二定理，因為呢個呢係直角嚟嘅，係啦。咁呢，你就會 feel 得到呢，應該18二次加24二次開方，咁啊你就會計得到呢係等於30嘅，即係呢個線形嘅半徑係30。佢而家要揾啲咩呢？佢要揾個 theta OBC 嘅面積，即係我而家熒光筆呢一橛。其實個關鍵呢，就係要呢一隻角。因為我哋個半徑已經有㗎啦，呢一段咪30咯，呢個打直嘅都係30。我哋唯一咧要揾到呢一角，我哋就可以咧用線形公式去揾到個面積啦。點樣揾呢隻角咧？呢個係超級難嘅，OK，要用一個好奇怪嘅技巧。呢條15咧 ，EF 係冇用嘅，我哋咧要將佢推上去上邊就用得到㗎啦。垂直推上去呢個都係15嘅話咧，咁樣咧你望唔望到啊？呢度咧有個直角三角形啊。呢度15，而打斜 OB 係30，咁咧我要揾呢一隻角咧，就可以用對斜啦。Sin theta 等於對邊除斜邊，咁你撳 Shift Side 咧，你會撳到個靚數嘅30度。最尾個面積就係 Pi r 2次乘翻 theta over 360度。不過呢個推一推咧係極難嘅，係超級無敵難。之前嘅 past paper 咧都冇乜試過嘅，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諗到係好厲害嘅，諗唔到咧就當學一學啦。咁啊，答案咧應該會撳到係 boy。嗱，條公式你一定要記得下 ，Pi r 2次係圓形面積，而 Pi r 係圓形圓周，咁啊線形就乘翻幾分之幾。